第5月就验到中炼油本变比超标7倍，虽然当场甲提上去，不过要是互南亚批评大糖拢无通报。高雄增加2例境外入来的天狗日病例，是一对住伫嘉兴的活力情报仔囝，因为无配合一条，互人裁罚1万块。立法院为军方到台区调整举办公听会，相关团体呼吁爱确保会当制度化，审议委员也必须爱有军公教的代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3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今年第13号的风台北海低，目前是继续向西北咧行，预计这个拜六礼拜就会影响台湾啊。气象署是指出讲，若准这风台呢继续向西，也是讲转向北的时间点有较晚，安尼就无排除伫拜5下半晡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到时候这个台风相对是比较接近，包含像北部地区、中部山区都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气象署是指出讲，8月初5开始，这水气就会增加。台湾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呢，开始会落阵雨。即马对着这风台外围云系愈来愈靠近台湾，北部的雨会愈落愈大。到拜六礼拜的时，这落雨的范围会搁扩大去，尤其北部山区就爱特别注意大水雨。因若这风台的路线呢是要搁有变数，所以请民众就爱随时来注意风台上新的消息。再来看这新冠肺炎呢，最近是又搁压起来，流感的个案嘛有对咧增加。卫福部中华病院小儿科的门诊都有未少去喂到 A 型流感的囡仔，甚至呢搁出现这家庭群聚的情形。医师就来提示讲，其实这热人呢嘛是真有可能去喂到流感的。厝内的囡仔若准有发烧，也是讲流鼻水等等，安尼是大人就爱提高警觉。囡仔人伫门诊看病，规身躯无力，看起来真无爽快。台湾最近新冠疫情压悬，已经来到流行期，流感的个案嘛有增加的趋势。卫福部中华病院表示，伫小儿科门诊有袂少喂到流行A感的囡仔，甚至佫出现家庭群组感染。可能没什么力。对啊，没力气，他很想吐。半夜的时候也有烧，然后有烧到39，是弟弟先比较严重，他先去，然后那时候他才刚烧而已。医师表示，其实流感病毒规年冬天拢存在伫环境当中，热人嘛同款会有感染的风险。A 型流感的症头除了会咳嗽、咽喉痛、流鼻水等等，佫会有发烧、筋肉、关节酸痛，囡仔人佫会出现想要吐、走白等等的症头。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现在夏天的季节，特别是现在暑假大家聚在一起，那通常来讲都是由小孩子先感染到，再传染给家里面的大人，甚至老人家。所以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医师提醒，5岁以下、65岁以上慢性病者高风险族群，若喂到 A 型流感，较会有并发肺炎、脑炎等等重症的风险。尤其即阵热热，真侪人会安排佚佗、聚会，民众爱接洗手、挂喙罨，降低病毒伫家庭甲社区传播的风险。若是有出现发烧、吐、规身躯无力的症头，应该爱赶紧去病院医治，避免病情恶化。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社团未来中心呢，是哪上标出鹿螺病毒的群组感染。目前呢是有11个员工甲2个拄生了的妈妈是有吐甲流的情形。即马这全部的人，佮包括着这婴仔呢，拢爱换所在大。有的家长是真不满，讲这费用甲后手的处理拢讲甲无清无楚，安尼敢袂伤合？早拄出现2礼拜的红婴仔刷真侪解落下，互人转送交予病房留院观察。中华有家长不满，因为产后护理之家好亲像出现规定感染，透暝通知要大病扫消毒，互因产后的规划拢乱去。护理长直接跟我说，是他们里面的护理师就是有拉肚子跟吐，很担心啊，所以就我也不敢带小孩子回来啊，就马上去他们对面的秀传做观察。陈先生讲，囡仔伫顶个月17出世，一定要带3礼拜，逐工爱开8清洗。不过伫顶个月31接到病院通知，爱所有的产妇甲红婴仔拢撤离，甚至还有部分红婴仔甲产妇爱去病院隔离观察。
不过，甲单退费也阁有产生的医疗费用安怎处理，拢无通知，互因确实毋知安怎做。中华关卫生局有接到通报了后去做疫调，经过初步研判是诺罗病毒感染的。在7月31日接获产后护理之家通报腹泻群聚，有症状的共有13位，分别为员工11位、产妇2位，初步研判为诺罗病毒感染。护理之家已声明表示，无公开相关人员就医细节以外，拢有主动通报卫生局，并完全配合卫生局指示。若有后续疫情资讯，以卫生局发布为准。消毒作业会依照标准来执行。那这间产后护理之家伫中华海线，网络评价是5粒星，用过的产妇拢予因正面的评价。不过民间团体认为，妈妈甲红婴的安全虽然第一，发生危机的时阵，袂当干那顾管控，嘛应该爱有爱做的配套。然后这个 SOP 不是只是如何控制感染，它应该涵盖了是如何安置跟后送我们的产家，尤其是这一群人住进来月子中心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最脆弱的。台湾生育改革行动人员嘛表示，机构应该做到资讯透明，也甲及时沟通，提供完善的配套。那家长伫咧拣选后护理之家的时阵，签约进前爱确认相关的监控甲应变，还佫有退费的相关规定。记者采访报道。是安尼，记者来关心这问题，有的风波即马阁继续咧加滚。台中电影是压出这台糖伫今年5月就去检到这中炼油苯编比是超标7倍。虽然讲当场有甲提回去，不过呢，即马也是互拿牙批评讲这台糖拢无通报。也那经济部是回应讲，这台糖严重的超标是这原料的部分。那准要加强这预警的机制，这是还阁会当讨论的。中炼问题油的代志是继续炭烧。台中地方法院初一就也讲，台糖伫咧5月就验出中炼油脂311油造的粗油苯编比超过标准7倍，详时退回拒绝接收。不过国民党就即期讲，是安怎南桥都会先通报，却无看到台糖通报后在地台南市政府，认为有涉案的嫌疑。经济部甲台糖拢强调，超过标准的原料并不是食管法通报的目标。当下就拒绝收这批油。那这个油的所有权跟管理权都属于中联。那根据食管法的规定，这个中联要负责去通报。连检察官都认为应该是由中联来通报。食药署早在2024年3月11号就向食品业者清楚说明，只要发现原料或产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就应立即停止使用、停止制造，并主动通报主管机关。难道要等人民吃下肚，再来一句深感遗憾吗？国民党团就批评国营事业的台糖是安怎会当作无看的，互民众食过外国以上的毒油。也那民进党是讲台糖确实毋是法定义务的通报人，不过日后会针对原料是毋是爱跨机关提前做风险的预警，嘛认为会当纳入讨论。也那国民党的地方首长最近是讲7月初4中联总经理吴凌昌参加卫福部的专家会议，会议背后有问神小天。也那即马阁逼出来。其实前一天，伊嘛同款坐伫咧台中市府吊开的油品事件改善会议。我们的报告全程公开已经释出，就业者为什么会犯下这些错误造成致癌油进行调查。怎么会7月4号参加卫福部的叫做门神？那7月3号参加台中市的会议，那台中市政府就一句话全部都不讲。我相信整个问题点是在于说，为什么制造商中联他为什么拖了1个多月的时间？对问神小天这个讲法是不是有相同标准？台中市府强调，两场会议性质无同，尤其中央订定使用问题油无到20%唔免落市的政策决策过程，并无邀请地方来参与，嘛要求爱公开相关的会议记录，交决策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天气真烧热，来看有家长呢是带囡仔去到台南有名的景点来耍水，结果这园区内底灌风的城堡煞破空去，上无有7个囡仔是掉伫咧内底。另外，嘛有游客讲，这水上活动的这个救生衫呢是真太高，而且阁有臭味。今嘛面对着证据，业者是回应讲，其实因的救生衫拢是有定期咧清理的。也那灌风的城堡呢，未来是会加强管控，避免意外的发生。
休热期间，未少家长会带囡仔出外耍水透心凉。早起有民众去台南有名的农场景点，家长在网络发文控诉囡仔咧横枯酸灌风城堡，这设施竟然有破坑，就安尼拿落去。迄阵有7个囡仔咧内面，漏风互囡仔掉咧内底，家长随赶去救，加载囡仔救出来无受伤，这过程互家长惊到要死。毕竟气垫东西，万一一个针，比如小朋友有些会玩一些针啊，万一刺破了。那对小朋友整个从上面那垮下来，这都是个非常的一个危害。农场经济唔那这站，有游客指出，假期除了买门票，佮另外开100块体验水上游戏，准备穿救生衣。现场看到真侪领救生衣，拢阿里阿扎救臭味，互游客带一个无一领加穿。农场官方的小编嘛留话回实咧，业者回应救生衣拢有定期咧整理和换新的。那灌风城堡主要是囡仔伤济，就安尼站袂掉。每一件都非常的脏，非常的臭，非常的黑，很恶心。因为我们有带小孩，所以其实觉得蛮困扰的，怎么会收了钱还这样？那我们也要求厂商要把这个气垫给完全的换掉安全性一定是我们厂方最要求的部分对于游客呢针对这个部分如果认为有这个脏污的部分呢，那我们厂方那也决定把这批救生衣全部都换掉。这间知名农场伫大内已经有30外栋啊，意外和卫生问题小连锁壁，侪家长希望业者唔通干那收门票赚钱，嘛通重视游乐设施的安全性和公共卫生。业者讲未来换新的设施，卖加强人数管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连江地检署是发现，这马祖地区所查到的毒品呢，拢是透过用架的、用行李运过来，也是讲这由人对台湾安尼炸过来。目前已经伫咧台湾去抓到12个有帮派背景的集团的嫌犯，其中4个人已经互人收押。警方大阵人马全副武装攻破涉判的嫌犯伫汤圆的徛家，这是检警咧侦办贩毒案，因为涉判的嫌犯涉嫌将毒品运到离岛连江关。潘姓要头的部分经我们调查他是绑在大腿内侧2级安非他命毒品。连江地检署前日侦办真侪件毒品案，发现毒品拢是为一名连江在地姓强的药贩提供。这毒品拢是为台湾高价的高行李托运，也是直接载在身上送到连江关。其中一个强回来源就是夹毒品的姓董的嫌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姓潘的嫌犯。逐层向上溯源，得知具帮派身份之潘姓犯嫌等人，以人体夹带及寄送毒邮包等运输方式，提供毒品给连江地区的毒贩。警方也查出涉判嫌犯毒品的顶游是有帮派背景的姓吴嫌犯等等的人，检举上时伫汤圆、台中进行搜查，拢总甲姓吴的嫌犯等等12人抓回来，查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比酯等等大批毒品，其中伊托比酯的原液会当透做5700粒宋氏烟弹。专案以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局势先来关心，这美国总统川普呢，昨是宣布暂停对伊朗来发动毁灭性的攻击。伊讲，就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甲卡达等等是认为讲这荷姆兹海峡开放，也佮有核武的议题，即马拢已经有初步的协议啊，所以决定8月要过来恢复谈判。也毋过，即马伊朗这媒体呢，说讲其实荷姆兹海峡并无开放，毋是像美国所讲的安尼。波斯湾的荷姆兹海峡大批船只共款伫咧海面上苦苦咧等待通行许可。美国甲伊朗已经是5个月冲突啦。原本美国按算要对伊朗发动2战以来上大规模的攻击，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空军1号顶悬向媒体证实，伫咧中东盟国甲伊朗的恳求之下，伊伫咧最后一刻决定打动。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And the reason they asked is I think there's a deal. There's a deal on Hormuz,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deal on the nuclear, or you might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川普透露，双方会伫咧初3下晡针对中科荷姆兹海峡，也佮有全面终止伊朗核子威胁，正式恢复谈判。因为荷姆兹海峡掌握全球差不多2成的石油，也佮有液化天然气的运输。中科谈判的消息一出，国际原油的价格随就落价啊。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a deal is imminent. 虽然川普释出善意，也毋过伊朗的半官方媒体法斯通讯社就报道，伊朗谈判小组的消息人士反驳美国讲海峡的全面开放这种讲法。伊朗这方面是强调，只要美国继续进行敌对的行动，荷堡州海峡就会继续关起来。所有的船只若要行过，都要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允准。双方即马是一个讲好遐，一个讲饭粒，外界是看甲灰灰。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再来看巴西，今年10月就要来选总统啊！即卖已经80岁现任的总统卢拉呢，伊是正式宣布要过来拼连任。面对着外部势力介入的风声，也有这总统身体状况的讨论，卢拉伊的态度是大家硬，伊强调家己即卖状况真好，会捍卫巴西国防，也有关键矿产的主权。Eu quero estar preparado para que ninguém invada esse país para levar o presidente como eles invadiram. 今年80岁巴西总统卢拉初二正式宣布代表工党参选今年10月的总统大选，这毋但是政治生涯第7摆参选，更要挑战第4个总统任期。Você pode evitar metade dos gastos que você tem com a saúde se você fizer o que a natureza manda você fazer. Eu aprendi isso. Por isso.Queridos companheiros, eu estou inteiraço. 面对各界关注伊年会问题，卢拉伫台顶展现活力，强调家己的状况非常好，有信心带国家走向独立的发展。Saibam que eu vou levar muito a sério esse negócio de terras raras e minerais críticos. Tem muita gente metendo o dedo no nosso nariz, Alexandre Silveira. Tem muita gente metendo o dedo nas nossas terras.Isso vai parar. 面对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压力，甲4个位右派势力的包围，卢拉承诺加强国防，誓言保护巴西丰富的稀土甲关键矿产。卢拉嘛借此将对手打国家背骨来的标签，批评破设立的家族为着选举利益，不惜伤害巴西本土产业，嘛要挖向美国利益。现场支持者嘛表达对国家自主的坚定立场。A importância de mais uma vez o Lula ser eleito.É para que o Brasil caminhe numa independência total dos países que querem controlar o mundo, o universo. Então, 卢拉表示，这是人生最后一届选总统，若是会当伫10月顺利连任，伊会伫完成任期了后正式退休，为家己的政治生涯写落句点。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好，这北半球天气热翕翕，来看这欧洲火烧山的灾情呢，即马是继续咧探，主要的火场已经烧去到希腊啊。昨昏有2台消防直升机是出动来拍火，毋过煞伫空中烧落，造成2个消防人员殉职去。大火甲高烟直直庆祝关，希腊当地时间8月初2下晡，2只组来的贝尼消防直升机去希腊首都雅典西北边的普萨萨区进行拍火任务。迄当阵当咧透风速超过100公里的风，互2台直升机伫个高空交会时烧落，其中一只导火爆炸，而且跋落山谷。一个丹麦籍飞行人员甲希腊消防人员罹难，另外一只英国籍的飞行人员甲希腊消防人员受伤送病院治疗。希腊的火烧山灾情对7月底开始大范围传开，上无已经造成5个消防人员殉职，风速1点钟内有120到130公里，互大火已经烧害120平方公里的森林甲农地，将百栋厝拢互火吞去。希腊已经动员500个消防人员，而且得到法国、罗马尼亚等国的援助。Σβήνουμε όπου μπορούμε σε συνεργασία με την πυροσβεστική όπου μας πούνε πάμε. Αυτό που βλέπουν είναι ότι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αέρια μέσα, πολύ λίγα ελικόπτερα, αεροπλάνα όχι. Δεν είναι μια ωραία κατάσταση έτσ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ώρα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希腊警方已经抓到2个牵涉疏忽引起火灾的民众，导火原因那像就是私人风力发电机出火星。也若法国甲西班牙的火烧山灾情，目前已经渐渐受到控制，进前撤离的民众也豆豆返去厝。也毋过欧洲即届因为高温可汗引起的火烧山灾情，已经烧害43.3万公顷的土地，差不多是1/8的台湾。
可花也互倒落河的水位创历史新低。乡嘉义政府宣布要关国内唯一一座伫布达佩斯以南的帕克石核电厂，这也是这个核电厂44档来头一届停机。这个核电厂负责乡嘉义1/3的供电。乡嘉义总理强调，未来5天就是关键，气温会升到40度，呼吁民众要爱小心渡过难关。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另外来看，印尼一只渡船呢是伫咧外海安尼熊烧起来，官方赶紧派船只去解救。船顶227个人有救到225个，目前是有5个人死亡，也阁有41个人是下落不明的。详细导火原因是还阁需要调查。海林一只渡船直直冲出乌烟，船身差不多互火吞去。这只号做是珍珠信德沙2号的渡船，8月初2早起伫海林熊导火。迄当船顶有载271个乘客甲船员，状况真危急。这只渡船原底有计对印尼第2大城输水，驶去南苏拉威西省的石港，驶几啊点钟了后，船长通报，伫萨普迪岛以北差不多19海里的所在发生火灾，了后就失联啦。印尼国家搜救总署接到渡船公司的通报了后，遂派救援船只展开大规模的海上救援行动。KSA Permadi saat ini melaksanakan operasi SAR kecelakaan kapal Mutiara Perindo 2 yang mengalami kebakaran di utara Pulau Madura sekitar 23 mil. Untuk estimasi perjalanan KSA Permadi saat ini adalah 8 jam. 经过紧急抢救，上无有225个人顺利救起来，也毋过救援人员嘛找到5个罹难者的遗体，也阁有41个人失联。因为印尼有超过17000座岛屿，渡船是民众上普遍的交通工具，官方当咧继续找找失踪者，目前也阁毋知影渡船导火的原因。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来关心国内经济消息，这台股开盘呢是拔到无到42800点。不过虽然讲这开盘有拔过，后来是一路安尼冲上悬，上悬又搁转来到43784点，拢总是去超过600点。宽台股台积电呢是拔60块，股价来到2365块。后来毋但是这个联发科、日月光是安尼起进步，记忆体类的这个股票表现也介好。市场是观察讲，这台股自从顶礼拜安尼大起大落了后，即嘛是进入整理的阶段。后手这市场会继续来关注这辉达公司8月26的财报，有可能看板到 AI 概念股的趋势。立法院今仔日是为这军公告台股调整来举办公听会，军公告的团体呢是来呼吁讲，爱确保这个台股的调整会当制度化，因是主张爱加入这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的指标，而且因也要求这审议委员会必须得爱有军公告的代表，安尼才通反映基层的声音。军公告台股调整法制化，朝野有修法的共识。立法院初三举行公听会，军公告团体为着基层来讲话。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就强调，军公告台股唔是福利，是国家人才政策。经济统计10年累积起来，军公告台股调整的幅度仅那14.74%，是对袂着国家经济成长，所以提出修法的方向，包括建立特档定期的审计制度，加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等等客观的指标，还有台股审计委员会都要纳入军公告代表。现在政府会说有啊，每年都有检讨哈。是每年都有检讨，但是你检讨呢，到底是怎么检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你要他做主管，他好像也就是如果没有调的很多，或者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机制，其实只是饿不死，你就是吸引到一群不想饿死的人进来了，你不能吸引到一群很棒的人进来。吴伟新认为，若要调整台股制度化，嘛要考虑到人才留会调、专业发展。鼓励升官等等，另外公务人员考绩法制化嘛，定定防屁上，因为设75%价顶的限制，互真侪新入来的公务员都怕议定会按规矩，考进院就要修法，改做是优秀、良好、甲未达良好3个等次。啊，毋过军公告团体烦恼讲，这个倒台制度欠法律上的正当听书。对于那个降级、免职等等类似司法惩戒效果的重大的惩处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有更严谨的正当程序，要达到这个优秀的资格不会很多哈，那大部分都会良好，但是优秀的又是优先升迁，那良好的部分，他心态虽然他不一定他没有他，但是他心理上会
有一点怪怪的哈。高世南就表示，政府要鼓励优秀的人才留较久咧，应该设奖励措施，让绩效特优的人会当较紧升官的管道。听本清肯定考绩改做是3个等地，提醒主管机关想好清楚要安怎执行，避免出现因为主管介意也无介意，也是个人的观念无同，影响到考绩的评比。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又搁增加2例境外入来的天狗热的病例啊！这个个案呢是一对住伫嘉兴的越南籍母仔囝，7月初对越南回来了后，就开始出现发烧等等的症头，后来经过采检，确定就是天狗热。也毋过，这个家属呢，咧带伊的查某囝就医的时阵，并无交代有转去越南，嘛无配合提供正确的资讯，所以互人裁罚1万块。工作人员顺大街小巷咧喷药啊防治，这个月初2高雄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天狗热确定病例，累计境外已经达到15例。新增加确诊的个案是一对越南籍的母仔囝。住伫嘉兴区，7月转去越南探亲，7月底回国了后，老母先出现发烧的症状，家己食药啊无改善，去互医生看了才确诊。查某囝是伫老母确诊前2天，家属带去诊所看病，煞无伫第一时间，甲医生讲伊有出国，一直到老母确诊了后，伫咧做疫调接触史的时阵，才发现目前2个人拢已经住院隔离中。防疫团队已完成各项防治工作，经疫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万元。高雄市政府提醒，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民众入境也是返国了后出现发烧、目凹凹的痛等疑似的症头，拢应该主动甲医生讲。这个确诊个案的家属，就是因为无配合疫调，提供正确的资讯，去互人罚1万块。即马是用义工吼，甲阮的人长吼出来利用啦，拢总有含一寡有积水啦，清洗的，甲清扫一寡垃圾，拢有啦。当地新增加2例境外天狗热的病例，市府发现嘉兴区最近蠓虫明显变多，捌伫附近徛街巷路掠到白卡蠓啊的生虫，嘛有发现真侪生水鼠的物件，会继续追查周边的状况，嘛针对拓生的热点进行清除、喷药啊甲检举。记者综合报道。因应着在即阵伫高雄南仔溪小所设立的高雄市南电国小呢，这嘛是全国头一间全钢骨所起的国小，今仔日已经正式启用啊。校长是讲，现在呢，这个1年啊8个班级已经全部拢招甲甜甜，也若2年到5年的，嘛有真侪家长即马咧探听。市长陈其迈伊是强调讲，这南电国小呢，伊的校园有保留200丛树啊，整合着太阳能发电，逐当这个减碳的量呢，差不多是3座大安森林公园，期待这未来呢，无论是办学，也是讲净零碳排的设计，拢会当作是模范。开放式的校园四界拢是树啊，无论教室、图书馆、风雨球场，全部拢是钢骨起的。大栋校舍的楼尾顶，阁有嵌太阳能板。高雄市南电国小是全国头一间全部用钢骨起的小校。市长陈其迈讲，总经几11挂，大概千挂万挂，总算赶伫新学期开学前完工。希望这座净零减碳的新校园，会当成做全国的模范。减碳的工法跟建材，所以碳排减少了2000万吨。那未来全24小时的太阳能发电及储能的设备，那所有的电力在我们南田国小都是自给自足。南电国小大年级有8班，目前1年拢已经招满，因为台积电来南仔溪设厂，带动北高雄人口快速成长。设立南电国小，除了解决当地就学需求以外，无论是校园的设计，也是课程的规划，教学团队也结合高科技的相关要素，设计儿童体学课程，培养囡仔独立思考能力，唔通只做 AI 的工具。然后希望慢慢培养他的对于问题的思辨，然后有理有据。然后把它逻辑想清楚，然后想得深、想得广、想得远，然后慢慢的去逐步的建构他的思考逻辑，他的应变能力。开放空间设计很特别，就是跟以往的设计都不太一样，包含就是教室的规划，这样子就会让小朋友比较想要可以离开教室，然后到不同的空间去学习。保留原地200丛的树啊，融入整体校舍景观设计。南电国小当年减碳量达到3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吸收量。校长讲，除了1年招满，2年到5年的部分，嘛有家长联盟准备新学期要转来南电读。记者柯家如柯超勇高雄场报道。
卫福部有公布社会福利服务采购沟通协商指引，也毋过社福团体却指出讲，这协商呢最后要是着由政府来决定，安尼等于是白了工的。卫福部是回应讲，这制定指引主要就是为着要来落实沟通协商的精神。若准这协商无结果，安尼就会要求主办的机关来说明理由。社福制度要健全，落实对等协商权。社福团体业牌啊，发口号，支持政府委托社福团体办理福利服务，确保保障因的协商权。卫福部7月7日公布社会福利服务采购沟通协商指引，规定协商的结果由政府评估处理。社福团体认为协商变作形式，要求撤回指引，重新建立政府甲社福团体平等的协商机制。大家协商。若准讲有结论，主管机关嘛会当唔免采纳。主管机关若协商无结论，主管机关嘛会当唔免继续甲大家佮继续甲再一次的协商。所以这内底的一寡指引的一寡规定差不多拢是偏向即个政府机关迄边。社福团体指出，新指引就法社会福利基本法第14条保障的对等协商。前监察委员表示，协商是法律规定的定事，若变作形式，人民就无法度真正参与公共政策。若学者是认为，第一线社福服务大部分拢是民间团体在做，应该制定实施办法，避免政府各一方面决定服务内容甲契约。社会福利基本法的这个协商的规定是法律的规定。不是参考用的是必须要履行的程序。如果人民没有办法真的参与，那政府就失去了治理的正当性。尤其是你99%的第一线的服务都是由民间团体来做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我们觉得去订定一个实施办法，其实是比较这个根本的解决办法。针对社福团体的要求，卫福部是回应讲，制定指引是为着落实社会福利基本法第14条的沟通协商精神，嘛表示若协商的事无结论，会要求主办机关要说明理由。记者吴金勇之讲台北报道。大考中心已经公布115项年度分科测验的成绩，大多数的考生呢，拢要阁是选考4个科目，也若选3科的呢，这人数是有比去年较侪寡。所有的科目内底呢，这顶标的分数是以生物54级分，这是上悬的；也若数学甲44级，这是上低。大考中心初三公布115项年度分科测验的成绩，这届差不多3.9万位的考生报考，若各科选考的人数来比较起来，数加的比例上悬，上少的有关是生物科。尤其这3档内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的选考人数拢有增加，若选考4科的比例有关是上济。以数学、以历史、地理、公民选择这4科的组合，人数是跟百分比是最高的。大考中心讲，各科的顶标、前标、均标、后标、底标，以生物54级分上悬，上低是数甲44级分。尤其数甲的5标拢是这3档上低，数1的5标嘛比去年下降。这个分科18题哇，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一题错误之差就可能会造成一些积分上的变动。因为这届分科考试地理甲生物有出现有争议的题目，大考中心强调袂送分，毋过未来更较认真来设计题目。对着公民科嘛有出现争议的题目，大考中心坦白，确实是有收到袂少欢迎的意见。我们经过了很多的看了来函以后，经过了很多的讨论，也再一次就教于一些学科专家。我们是维持我们的答案不变的。这届分科考试受到8位风台影响来延期，早起9点开始就会使去查成绩啊。若要来申请成绩复查，伫咧初6下晡5点进前，拢会使伫咧大考中心的网站登录来申请。若登记分发志愿的时间是初5到初8，放榜延后到17。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这天气有影是真好，所以真侪人呢是专工塞车要去合欢山来看风景。不过有真侪车辆是直接安尼插伫咧路边，影响到交通，所以互警察甲因开单。
时间是初二透早3、4点钟的啊，虽然天也未光，南投合欢山的母岭已经有真侪车，边仔的母岭停车场早就停满满，母岭停也有停车场是光影影，也人声吵甲敢若像夜市共款，车无都停去停车场的，几乎路边四界乱停，塞车塞甲真严重。那开临停了，开单在停在那里。警察赶紧到现场来扫毒，也来日时了后，车搁较侪。大约14架线合欢山母岭到水泉宫的路段，伫休热时阵有真侪少年人烧酒赛车骑车来母岭，不过又发生交通乱象。真侪赛车的人为着方便，就伫真纬山路两边违停，造成双向的这车骑条咧拢袂顶袂当，是塞甲真厉害。并针对违规车辆依法取缔，共举发18件违规。本分局呼吁山区道路狭窄，若任意停车，容易造成会车困难及交通拥塞。由合欢山母岭路段是台湾公路上悬的所在，正在暗时看天星甲看日出热门的所在。因过这所在属有国际认证的合欢山暗空公园范围，真侪车来到这所产生的车顶甲民众的照明设备也引发这个光害问题。国内还没有光害防治相关的管制的法令，我们只能说用这边的一个管理自治条例，就是让车灯尽量在停好车之后呢，尽量赶快关灯，这样的方式来做管控。既然讲母岭人车来到这已经是休热时阵必然的现象，虽然影响时间是无真长，不过也是对空气品质甲周边的生态造成影响，也破坏这个关天气的品质。对着行车安全，一定爱开的车顶法令上无都直接强制限制，也是来处罚。推动暗空公园的民团呼吁，应该合理使用灯光来共同维护这个真无简单得得到的国际暗空公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东的地上呢，嘛是同款，因为风景真水，所以真侪人拢爱去到遐行踏。毋过嘛，常常讲有这游客呢是坐这电动的辅助车，煞无细腻跋落去人的园林，甲人的稻啊拢安尼糟蹋了了。有农民是讲，虽然讲这公所是会当申请补贴，毋过真正是介麻烦，所以希望讲会当直接甲游客来讨赔偿。初一下昼，地上景观调查区又搁传讲有电力辅助四轮车设喺田内面的意外，游客也搁真欢喜伫咧翕相。因过田内底立即调做的调灾拢互车底歹，因为大部分的农民一早起是做煞了就转去，所以车卸落去的时阵，农民无伫咧现场，游客来来去去，也毋知是卸人卸落去，却无人赔。就是倒霉了。虽然是找出凶手了，是公所看没有负责啦，有负责就是赔一点啦，要不然就是看车行啊。地上乡公所讲，109年办制定地上乡地景津贴制作自治条例，用个补助因为游客骑车损害农作物的农民，每一遍1000块的津贴，一年会当申请4遍，因过案件无多，农民可能较无了解。第一个时间可以向公所先求偿，那公所依照这样的做完补偿，然后会向业者来申请代位求偿。有业者讲，景观调查区一年差不多有50件车设喺田的意外，因过有一寡农民地是甲人租的，要甲公所申请补偿时阵，也搁爱找地主提供资料，程序真复杂。农民希望是毋是咱有更加方便的方法，直接找设立去田内对游客请因负责任赔偿。记者综合报道。这出去外口佚佗，就真有可能会产生消费的纠纷。来看屏东东港大平湾游客中心的内底有一间咖啡厅，伊所卖的这个花壳啊，互人质疑唔是真的。网友是判断讲，这业者应该就是摕黑胶，也是讲中黑来做。那市场的头家呢是表示讲，这花壳啊一斤的计数是比中黑搁加买1倍遮尔济。另外，咖啡厅这方面呢，因已经有出面来承认讲是员工的疏失，也甲消费者来回实的啊。胖中到美国灌墙，酱料淋落去了后，上尾铺一寡花壳啊。这是东港大平湾游客中心内底一间咖啡厅的花壳啊，美国挂包料理。不过有民众伫社群网络顶管表示，初二到这点这项店头煞用无像花壳啊的虾，头阁有尖尖的刺。民众向店员反映，店员阁表示，这算是花壳啊的一种。因为它真的太像了，所以我们就把中英虾拿来要做教育。那因为昨天是周日，太忙了。昨天员工的，因为他补货的时候，他就拿到中英虾去补。还好这个游客今天有跟我们反映这样，
所以我今天赶快要来做这个，里面把它做。我的处理方法是要把我的中英虾、樱花虾那个再贴标。店家买回，因为拜六礼拜人客多，员工想无用，无说仪器翕唔到，唔是雕工用较俗的原料来骗。到花桥市啊，询问店头，表示花壳甲一般较细尾，店头用的中虾较大尾，而且虾头有刺，若要食建议处理掉。其实来看介绍，花壳啊，即马1斤1200，中虾1斤才600块，差一倍，不过会互人误会。本坑跟霸贵，还有我们的油饭也是用这个，这个炒起来比较有虾油，最主要你要看它的壳是软的，你这个小只的当成樱花虾卖的话，它是比较硬。一般来讲，花壳啊成本悬，煮饭汤和肉粿拢是用虾膏，也是中虾为主。除非是花壳啊炒饭，也是特别的料理才会使用。咖啡店嘛有传信息，向人客回失礼，希望当事人会当搁予因一届赔偿的机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公共电视互立委提案，讲要抬超过10亿的预算，即马是有超过50个公司的制作人是发起联署，呼吁大家做伙来守护公共媒体。公司的董事长吴元辉呢也公开来表态，伊讲若准这立法院第2轮无要继续抬公司的预算，安尼就个原计伫9月开始就无要领薪水啊。就8月底之前要做处理嘛。那我可以就以不领薪水为条件，如果立院愿意同意让公司的预算的话，你愿意就对了。对，我愿意。公司董事长吴元辉公开发声，希望立法院卖抬嘛卖到公司预算，家己愿意伫9月开始唔领薪水。这个起因是公司预算互立委提案缩减甲冻结超过10亿。即马有超过50名公司制作人起联署，呼吁立法院守护公共媒体，卖抬嘛卖到预算。吴元辉透露，到初2暝已经有超过117000人联署。哪一个单位，他如果他的预算有被处理的话，他应该是来跟立法院来做说明，还有你要拿出更好的成绩。竟然呢，现在变成一个说发动联署，想要来做情勒。蓝白为什么甘心做中国的在台协力者呢？我再说一次，没了公视，难道要逼台湾人看央视吗？应当来支持自己的国家电视台。吴思瑶认为，透过联署会当呈现无同的声音。若国民党团是强调，主要拢是冻结，公司拿来说明，拢有改动的空间。王浩明佮进一步点出，像大罢免期间，公司有专题报道佳人市长谢国良罢免案有不公正之嫌。台湾 Plus 嘛有报道的争议。吴元辉表示，相关的问题甲争议拢愿意检讨，嘛已经有改善的措施。一个媒体，你要说他都不会犯错，这大概也很难。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对我们可能做出的疏失进行改进，不受政党干预，不受商业影响的组织文化，这对我们来讲，对台湾社会来讲都是重要的。吴元辉强调，为着听众人士理小等等类型所做的节目，可能伫商业媒体较少看，不过公司一直有注心伫这的领域，体现公共媒体为无可取代的价值。除了话讲卖台嘛卖到预算以外，嘛认为这个事件无的确嘛会当变作是公司长期以来董监事选任、财源来源等等制度的问题改善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记文康榜来关心这新竹一间幼儿园的平常时都有咧上歌戏课，或者的囡仔会当学台语，同时嘛来练捌传统文化。今年的毕业典礼，这个囡仔呢是爬上台顶来表演歌戏，有影是《介高水》。台顶的囡仔咧搬歌戏，互观众甲家长拢看甲笑嗨嗨。这场幼稚园毕业典礼真特别，囡仔认真咧搬戏，家长也真认同幼稚园互囡仔透过学歌戏来学台语，明白传统文化。来学台语之后呢，能够慢慢可以跟晚辈长辈沟通，其实是不错的方式，让长辈也比较懂小孩子在想些什么。非常不错，因为现在家里也越来越少讲台语，所以有这样的课程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更认识自己台湾自己的母语。这样，幼稚园平常时得安排歌戏课程，互囡仔体验。甲歌戏的老师认为，互囡仔用趣味的方式来学台语是上好上紧的方式。哇，囡仔学了足紧的，会晓唱，会晓比，佫足介意这个戏曲的。哦，唱歌，对，唱歌互因表演，伊就记伫伊的头壳内。
囡仔若介意讲台语是袂晓讲啦，若是叫伊唱歌吼，伊拢足够的啦。因为我足细汉就爱看歌仔戏的，所以我开学校的时阵，我就有一个节目，就是戏曲，就是互囡仔伫个歌戏内面学台语，安尼因会学较紧。透过传统戏曲，囡仔除了感受到歌戏的趣味，也体验台语迷人的所在。家长也紧摕相机，替囡仔伫这场无同款的毕业典礼留落来珍贵的相片。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这2亿年前的北欧到底是生做啥款的？伫瑞典呢，有一个专家，这几冬来是大量来收集一寡石头、甲食物，甚至是花粉等等，运用这 AI 的技术，也佮有动画呢来重建侏罗纪世界。研究人员伫岩泉产油乌化石，这是瑞典南部2亿当前，这嘛是一片树林花甲密的侏罗纪世界。I'm interested in what forests there were during the Jurassic. So when I see a pollen grain, I actually see the tree. I can see the tree and the ecosystem in front of me. 今年62岁，瑞典古生物学家瓦伊达长时间研究古花粉甲食物化石。最近，伊率领团队利用化石、册底米甲恐龙的脚印等等的线索，重新导出侏罗纪时代的北欧景致。这个正真的恐龙漫游伫正旺的树丛内，团队将珍贵的化石细节一只一只甲详细画出来，搁再结合 AI 的动画技术，成功互消失的古世界伫2亿年后搁再活过来。I really felt that we lacked a book with illustrations that actually shows scientifically, with a very strong scientific base, how it looked like in Sweden 200 to 100 million years ago during the Jurassic. 瓦伊达表示，迄当阵北欧并无冰雪，颠倒是烧落，但是瑞典的土骹无花蕊开，捕食者走过来走过去。So this was really the time of the dinosaurs. So we had the plants were mainly conifers. We als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plants that are extinct. So they have two difficult names, but they were mainly smaller plants then, but no flowering plants at this time, so no plants with flowers. So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ecosystem, but also, cycads, for example. And the dominating animals were amphibians, but also dinosaurs. 我会当指出，重建古生态，唔但为着满足人类对恐龙的好奇，阁会使帮助理解气候变迁甲生物多样性如何随时间来改变。为恐龙的脚趾到古花粉，科学家当咧试用化石碎片，甲地球胖见的历史找倒转来，才会带点土地数亿年的线索，嘛，互人类有机会重新看到地球生命到底是安怎一路行到这。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那下晡晡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拢是坐云到好天。下昼时，南部地区也阁有各地山区会有南山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